那么今天呢是第4堂课，第4天的课程。首先要向大家说一声早安。那么今天主要讲的就跟昨天所讲的主要的主颂就是解脱庄严论的主颂是一样的，并不会讲到新的部分。那么昨天有讲到菩萨的3具境界，也就是摄律仪界、摄善法界，还有饶益有情界。对于这每一个界的自信，做了一个解释。尤其对于饶益有情界的部分呢，多说了一些。今天会继续讲解，也就是饶益有情界当中的11条这个饶益有情的界。那么所谓的饶益有情呢，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饶益有情的方式。那么这里呢特别列出的11条比较重要的方式是可以说是在众多利益众生的方式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部分，而这些内容其实散布在不同的佛经当中，据说是由无着论师呢归纳条列而成的。那么昨天呢我们讲到了第6条，今天是从第7条开始讲解。那么第7条是什么呢？就是给予依处施予一切众生这个资身众具。这跟菩萨律仪20颂当中不可以做的，或者做了就犯了的，就是不利图众这个部分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出自于菩萨律仪的20颂的不利图众犯，跟出自于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叫做给予依处，其实一个是从正面该做的角度，一个是从不该做的角度来讲，但其实内容是一样的。那其实在过去的藏传佛教当中这称为叫做守护大众或者摄集僧众。你会在许多大乘的在许多藏传佛教的大师的传记当中会有看到这些用词所以这里给予依处呢，它其实是有这种叫摄集大众，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一般来讲，在给予依处呢，可以说是从2个方面来说，一部分是从资具物资的这个角度来说，那比如说提供住宿借住等等。那么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另外一方面呢，佛法角度来说，就像是律典中有提到依止师他就是为人开示佛法，并且承担照顾的这样的责任所以呢，这里给予依处它不就是给予住处，给予一些东西，它也包含了从佛法角度的这种叫给予他人开示佛法，或者
承担起这个成为一个他人之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责任。总而言之，就是摄受徒众的一个意思。那么，其实来到上师面前学习的大众，不见得都是带着想要解脱的心而来哦，并不是所有人一出生就想到佛法、想到解脱的。所以通常呢，需要经过5到10地的养成，才能够成为一个修行者。没有人是一到上师面前就长出定技，脚底就出现法轮哦。那上师又不是这个整形外科医生哈，所以他不是这种说看弟子你的这个鼻子不够挺做挺一点，或者说这个脸型不够好修整一下，他不是的。所以真正要成为一个好的修行者，这个修行者的养成是需要历经千辛万苦的。那么同样我们说一个寺院的周围事实上会有很多的狗群围绕，因为有吃有喝的嘛，就会聚众。举个例子，像是嘎居大祈愿法会来说，周围的你看那些餐厅也好，商店也好，都变多了，甚至乞丐呢也是变多了，甚至连那些3轮车夫，他们也都剃了头发披上了袈裟，念着南无布达雅南无布达雅，这样也来参加这个法会，也不能责怪他们什么。其实有时候自己想一想，我们也没什么两样，多少呢也是为了这个供养而来只是没有那么明显而已。因此这里要说的就是在许多大乘佛教的经典中都提到，要先以这些资具财物摄受大众，先以欲钩牵就这样的意思。所以因此呢，当我们是带着这样一个同理心，然后提供住处给在你周围的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然后或者说提供衣食给那些需要的人，所以这都是透过一开始用这样的提供资具的方式摄受和利益这些大众。如果条件不具足的话呢，可以如法的为了这些衣食而去，比如说行佛事托钵化缘，这是可以的。但是做这些的前提呢，得到这些化缘的前提都是不能为了个人的利益的，而是毫无吝啬的跟大众共享。那么所以在接受这些化缘之后，然后要尽力的就是给予这些资具，给予弟子之后呢，就是要尽力带领他们的心转向于佛法，但不是随随便便的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而是需要很谨慎的观察弟子的情况，清楚的知道该用什么方法说法或者这些禅修的方式来帮助弟子。上师如果有神通就用神通那当然是就不需要透过观察，因为他直接有神通就知道弟子需要什么帮助。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神通的话，那上师就必须透过跟这个弟子一起生活，在生活中的观察，那么就会知道这个弟子，比如说他的心上什么烦恼比较重，是贪欲比较重呢，还是他的愚痴比较重，还是他的嗔心比较重，有没有哪一个烦恼比较严重他要这样观察，然后给予相对应的这些开示佛法的方法，教导他。就像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会说贪心重的是阿难，那么嗔心较重的是止慢，然后等等所以你看佛陀当时也就看弟子不同的情况而给予不同的这些教学的。
接着，同时也会要观察弟子他的根器哦，是上根器呢，还是下根器，而给予相对应的教学。就像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有这个目犍连跟舍利佛尊者，那为了升起信心，最开始对于佛法升起信心，所以呢，就有这个马胜比丘呢而调伏，或者像就他们就接受了马胜比丘的一个调伏，或者像密勒日巴大师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先医治了一位叫荣敦拉嘎的大师，荣敦拉嘎大师就说：“我的大圆满法是你早上修早上成就，晚上修晚上成就的。”那尊者也跟他说：“我也是过去修这个咒法哦，也就是1个星期就修成了。”那尊者心中就听到说：“哦，有这样子殊胜的教法，那我太有福气了。那么就觉得说，那我干脆不用修了。”但最后呢，这个荣敦大师发现，这个密勒日巴这样子不行啊！我一开始把这个法说得太高，觉得你会一下就成就，我看你做不到，我跟你没有这样的因缘，所以你最好呢去这个马尔巴大师面前，才可能会学到些什么，才对你有帮助。所以类似这个马胜比丘也好，荣敦拉嘎大师也好也会看弟子的情况而给予教学。同时接着还要观察弟子的喜好，或者喜欢课诵还是喜欢文思修，而给予不同的法教。然后是仔细观察弟子他的，比如说贪欲的习气，或者还有一些什么不是很明显的其他的这些烦恼，就是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些问题跟烦恼，他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尝试观察，才能够发现得了。那在这样子的观察之后呢，才为弟子开示适合他的这些法教。我们说有84000个法门，甚至更多不可数不可量的这样子的法教。但总而言之，可以归纳成为菩萨的8种教授那么这是出自经论当中的这样的8种教授。譬如说不净观，这是这个贪心重的话，然后嗔心重的话，第2个是修慈，第3个是愚痴重的话，就修缘性缘起还有这个如果说昏沉重的话，就观呼吸。还有对于这个实相，对于这个轮回是怎么轮回的是不懂的，就要观修这个缘起。然后如果对于这个所知是不清楚，就要修界差别。如果对于甚深教法不懂的义理不懂，就要修这个叫做观修空性。再来第7个叫未得未得，未处未处，未证未证。第7个是说未说能治断边邪执处中之行令其除舍，未作未作。总之第7个跟第8个，一个是未作未作，第8个是未证未证。那要消除这样子的增上慢所以其中第7个是作为上的、行为上的一种增上慢。比如说未做未做，没有这么做，然后你却说自己做了，这是一种行为上的一种增上慢。比如说觉得自己很懂经论等等。
或者觉得自己没有精进，但是却说自己很有精进哦，这是行为上的增上慢，这是第7个要断除，要协助这个弟子教授他断除认识这种增上慢。再来第8个是政务上的增上慢哦，这是指说没有政务大圆满，没有政务大手印，却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政务，也要教授他断除这样的增上慢。所以你看到后面这2个都在讲这种傲慢哦，所以断除傲慢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像是在藏族谚语当中有说，在一个傲慢的一个这个叫圆形的这样圆球上哦，这个水是无法停留在上面。换句话说，一个有傲慢的人，他是无法真正得到知识、升起智慧，无法修持上有所进步的。所以为了让你的修持能够有所进步，觉受有所增长得到正悟，就必须要断除增上慢。之后在同样一部经论也谈到了5种教戒哦。云何教戒呢？当知教戒有5种：第一者，遮止有罪现行；二者，开许无罪现行；第三者，就是若有于所遮止、开许法中暂行犯者，如法见毁；第四者，若有于彼法中数处轻慢而毁犯者，以无染着、无有变异、亲善意乐，如法合并，以作意念。五者，若有于所遮止开许法中能正行者，慈爱称叹真实功德，令其欢喜。所以这里看到菩萨8种教授也好，5种教戒也好，这都是出自在《瑜伽师地论》当中。那主要这是出自在这个菩提贤呢，他的这样一个男士当中特别提到过。总之呢，这一段给予资具这一条的意思就是同时提供资具跟佛法来利益众生，帮助他们得到此生和来世的利益这就是这里第7条在讲的。再来第8个叫做随顺众生。那么这跟菩萨律仪20颂当中的不随他转就是不随他而转这就犯。这一条的意思呢，是要善巧方便的随顺众生但如果说这样子随顺了对方，反而造成了对方的痛苦，或者令他造恶的话那么也就不用随顺。那么这里所谓随顺可以分为2种，也就是心理上的随顺跟行为上的随顺这2种。首先所谓行为上的这种随顺，举个例子像是比如在班级上，在学校的班级上，那么有些学生很乖，但有些学生也真的是调皮捣蛋，所以你会看到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都会看到的。那如果说有那么一个总是很皮，这个总是很在那里捣蛋的这样子的一个学生，那么你要知道说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的，这是首先要去观察的。是因为这个学生调皮捣蛋的学生他本身性格上出了什么问题呢？还是因为家里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比如说是父母不和呢，总是在那里吵架打架，还或许是这个父亲总是在酗酒，还或许是因为父亲酗酒，所以这个妈妈呢，她也压力很大，总是照顾家庭，家计就在她身上，所以因此呢，妈妈也总是爱发脾气。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些家庭问题造成了他没有朋友，没有人关心他，所以造成他有这样子不正这样子的一些可以说失序的行为发生？
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呢？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可能试试看到他的身边，试着跟他沟通甚至一起玩，然后慢慢给予鼓励，尽力的帮助他恢复一个自信，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这就是行为上的一种随顺。所以总之呢，就是行住坐卧，你都和对方一起在一个地方一起生活，甚至共用一个碗，是你的心中总是带着一个利他的心，不忘初心的去随顺他人。这就是所谓的一种行为上的随顺但这是一种行为上的随顺但心理上并没有随顺。但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是心理上也要同时随顺。所以举个例子，像是我们亲近到一位具有悲心但是对于人世间的这些俗事都无动于衷的一个上师比如说他不会因为就是不会轻易有这种喜怒好恶产生的这样子的无动于衷的一位上师。总之一开始你觉得这位上师很有悲心，觉得应该依止他，成为他的弟子，慢慢依止之后呢，那么自己也成为了上师眷属，或者说周围弟子中的一员，甚至觉得自己也是这一方传承这一位上师的弟子了。比如说我是属于这一方这个扎西上师的弟子了，或是我是敦珠上师的这个弟子了，我是属于这一边的这一方的。然后这时候如果有另一方的另一位上师的弟子的人呢，他们毁谤了自己的上师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心中可能就觉得的确我这上师还真是佛你看他被别人毁谤了，他还无动于衷呢，反正就是上师什么感觉都没有吧。这上师真的是给他吃大便或者给他吃蜂蜜，好像他都没什么感觉，没什么差别。当然我呢可是忍不下这口气的。然后呢结果就自己悄悄的呢在那边动坏脑筋暗中的计算要怎么害人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应该真正要效法学习的是上师的善行是他的修持，让你的心跟上师一样的开阔，悲心能够增长。所以真正应该效法的是上师的这种善行，但我们却完全没有这么做。应该随顺的是上师的善行，但我们却没有这么做。我们反而把上师好像说成了一个无动于衷，没什么感情，也没什么能力、行动力的一个佛，反而会觉得自己还很厉害呢。你看我可是有求必报，我那个忍不下别人这种毁谤、这种气的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观念跟认为这是一个邪见，这是不对的。总之就像藏族谚语有一句话说，见解虽如同天神一般，但是行为还是要和人一样的确行为上有很多应该随顺的地方，但心理上的随顺却是要很准确的。所以你是一定要依止具德的上师、具德的修行者、德行高尚的那些人而那些要舍弃的是那些只是
他们的发心和行为都只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最终却是伤害自他的那些表面看起来冠冕堂皇的那些人你要去舍弃的。所以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心自己要守护，自己的脚步呢你自己要站稳好，所以我想先讲到这里。那么大家喝完茶之后，接下来继续讲课。我们谈到了饶益有情戒的部分。那么第9个饶益有情的戒，第9个是什么呢？就是赞叹入正道者的功德。这在菩萨律20颂当中就是不扬他德，如果不扬他德，这样就犯了戒。所以同样你看在入菩萨行论当中也有提到，见人行福善要欢喜生赞叹，这在后面也会提到，所以这里先不多做解释。所以这个第9条的意思主要是说，当我们看到他人的智慧德行高尚行善功德等等功德时呢，就要赞叹对方，并且让更多人知道，而且让更多人心生欢喜。我觉得这在这个时代随喜赞叹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是网络的时代，所以现在呢大家都在用微信或者说脸书等等这些网络的这种社群的平台。我们在大家在这些平台上呢，都能够随心所欲的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我们的生活是变得进步了，也变得更方便了。但其实仔细想一想其实网络上流传的这些很多文字可能都欠缺这些深思熟虑。你想想以前的人如果要写些东西是很不容易的，那比如说要写信给他的朋友，或者说写信给父母，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首先呢，你要准备纸笔，你可能手边没有纸笔，然后再来可能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写字的。就自己会写呢当然还容易，但过去很多人自己不会写字，还必须要找一个人这个代书来写，然后最后写完还要经过好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这封信才能够送到对方的手上。所以过去的那些信中的内容大多是他们想了很久，深思熟虑之后写下的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常常是什么呢？想都没想，甚至自己也没好好读过，更没有检查过，而就随随便便的就发送出一段文字，全世界就看到了。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以前是朋友之间的这些私密的话语现在变成全世界都看得到。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无论是自己在语言上或在文字上书写上都应该要谨慎一些。事实上或许现在你不知道你现在写下的东西到底是好是坏是不知道，但直到有一天你透过了其他人或者一些之后时间过久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这段文字它造成的问题是什么。那么尤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些对于很多教派的上师或者社会上知名人士的一些正确的如法的这些赞叹，这当然是好，但很多时候都是各种诋毁毁谤的文字那这些文字对于自己和他人都会造成伤害的。
甚至现在很多人他是匿名在发表很多的文章，甚至化名为小狗啊，或者是驴子啊等等，然后不停的在网络上呢去可以说用文字可以说霸凌他人。我觉得这是一种懦夫的行为其实代表了这些人呢，他们的心是扭曲的，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同样呢，当然我们说本来该赞叹的就要赞叹，该批评的就要批评，但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比起无知的赞叹，有智慧的批评有时是更好的。过去永敦巴大师就说了，大多图传之传记呢，过赞令师成骗子就是很多这些徒弟们所写的上师传记没什么好看的，没什么值得看的，因为大部分都是过度的赞誉。虽然他们是想要赞叹，但结果反而让他们的上师变成了一个伪君子一般。过去在第八世法王的一个教言当中，我有看到他说呢，他说自己小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传记，就是很多大师所写的这些传记。那大部分这些传记都是可以说拷贝了过去历代噶玛巴的一些传记而写下来的，所以并不是真的如实的写出了那位大师他真正的真实情况是什么。还第八世法王自己也说，他小的时候刚被认证的时候，似乎也有当时有南方的噶玛巴还有北方的噶玛巴有这样的一些纷争所以当时为了要确认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一个认证，所以就用了前一世法王用过的法器也好，或者说这一些碗啊，或者说念珠啊等等，来让这一世来选。这当时他也就说，我就被这样子做了测验。有些呢我也选的是对，但有些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么总之你看米芝多吉他说的很直接他是一个说真话的人。当然我们说大师的传记是让人升起信心的，但过度的赞誉的这种上师的传记也并不是很好的。尤其呢现在在很多微信的社群平台上呢，很多人呢就只是会自赞毁他，所以因此呢造成了这种对立分化，结果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当然你说赞叹自宗自派的上师僧众，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赞叹过了头，那很多人就听不下去了。可能他本来也没想说些什么，但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就忍不住就写些或说些批评的话，所以这实在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造下了一些大恶所以我觉得赞叹也是要有智慧的，是要看时机的。尤其呢我们不要这样子两面就说在上师面前一面说上师您是上师您是本尊，但是背地里呢又到处的批评诽谤上师然后结果制造师徒之间很多纷争这样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一个真的敬爱相信上师的弟子，那么反而是赞叹不会公开的，不会公开赞叹他，而是背地里去说。
然后反而是公开分享的都是上师真实的一面哦，这样才是真实的一个弟子该做的事哦。所以就像入菩萨行论说，暗称他人功哦，随和他人德，所说的是一样的道理。总之呢，这里简略来说，要赞叹他德的部分，我觉得就像噶当派祖师曾经说呢，现在很多的灾难祸害都出于什么呢？都出于我们的嘴巴哦，所以要好好管好自己的嘴巴。尤其我们说病从口入哦，现在很多的疾病也是经由这个口鼻传染的，不该吃的吃，然后很多人说会说这个中国这些汉族在汉地的人很多是只要有4个脚的，除了桌子之外都是可以吃的。结果这样子呢，因为这样子的乱吃，那当然就得到了各种的疾病。所以呢，这里说要管好自己的口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第10个就是要利益，要帮助救助那些入邪道者。那这在菩萨律20颂当中就叫做不应缘罚。如果不应缘而惩罚，这是犯哦。在很多的版本当中呢，的确是写这个缘哦，是写叫不应缘犯，不是用了缘这个字。但我觉得看了很多注解之后，我觉得应该那个缘是写成过，虽然藏文都叫gen哦，但写法不同，一个是 gen， 一个是 gun 哦，就是说应该写成过，好像是比较解释的更好，但还要多做一些解释。所以这条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为了帮助别人能够改过向善，所以因此，比如说好言相劝，或者说严厉的呵斥或摒除，而给予一些惩罚，就是一个菩萨应该要这样子去做。总之呢，不要因为对方很坏就放弃了对方，而是要看对方的过错是大是小，然后透过你的柔和的或者是严厉的各种的方式，而给予对方规劝。如果譬如说是他的过错是大是小，总之给予适当的这种规劝，帮助他得到暂时或者是长远的一些好处，总是要尽力的帮助对方。那么再来最后一个第11个，这是我们说饶益有情的饶益有情的第一个方法，11个方法当中的最后一个，他是说透过神通的方式度化利益众生。那么菩萨律20颂叫做不现通不犯。那么你会看到在藏文这里是用了罪这个字哦，但是我觉得它可以是另外一个拼法哦，它可以理解为那个意思是怖畏跟惧怕的意思哦，但是罪也好，还是怖畏惧怕呢？大家可以再研究。总之，这个意思用神通度化众生，是指说你要以神通力让他人对于自己的造恶造罪心生怖畏，有这样的意思。就譬如说，之前目犍连尊者就以这种方便度化阿难尊者的2个外甥警惕他们说，如果你造了这样的罪业呢，就会落入到落入地狱的果报。所以当时呢，他的阿难尊者2个外甥呢，就只是为了衣食而出家并没有真的升起这个出离心所以当时阿难尊者就请求目犍连尊者拜托他示现神通来帮助2个外甥升起出离心。所以目犍连尊者就示现了这种神通力，变现出地狱的景象让他们升起了厌离心。所以这里就是说，一个代表用神通度化众生。那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神通力，那该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说有神通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没有神通，也没有说就不行哦。当然，过去的西藏有一位大师也示现出神通哦，让弟子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看到了自己的一生，因而改变了这个弟子整个人生观。曾经有一位堪布跟我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哦，但我不太记得细节，所以我也没办法讲太多。但总之，这里说神通的确是可以利益众生，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就像菩提道灯论当中就有说：“如鸟未长翼，不能腾空飞；若离神通力，不能利有情。”哦，具通者一日所生诸福德，未得神通者百世不能及。所以这里都在说要利益众生而修成神通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神通呢，我们说只有在修行者修成了禅定正行，才可能升起。但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那儿装神弄鬼了，说自己可以跟神佛直接沟通。譬如有人说我可以跟度母讲话哦，我今天早上跟你说那个莲师才跟我说了什么什么。或者呢，这些人会假装有神通的说，哦，我跟你讲，我官道呢，你前世呢是我的弟子，所以呢，你赶快拜我为师吧。我觉得这种人呢，装神弄鬼的人真的是很无耻哦。那事实上，要会骗人的人，他不用神通，他什么话也都说，都会骗人哦。但他这样的作为哦，就只是在造作了妄说上人法的这种欺骗他人的恶业，他是不可能帮助到任何人的。所以这种装神弄鬼这是帮不了什么人的，这只是自己造恶，给自己痛苦，也无法帮助到任何人的。那另外一种情况说，好，我们没有神通那我们怎么做到这第11条说要饶益众生的方式呢？但这里有一句藏族的谚语说，比起100句规劝不如一次教训。这个意思是说，很多时候呢，总是规劝别人太多，也不一定让对方有所改变说太多别人不想听的这些规劝这也是不对的。因此，这里是在说，无论任何人，其实只要他自己如果没有失败过，没有吃到过没有得到过教训那他再多的规劝对他来说都没用，也没办法让他进步，让他成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太过主观觉得我是要帮他的，我是要规劝他的没有我的规劝保护他是没办法的。结果过度的保护，那么只会让对方成为一个那种总是依赖他人的人永远无法真的自力更生真的无法自己成长。所以很多时候要吃苦，要真正要自己可能失败过，得到教训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会看到嘎举传承当中很多的公案都有提到，蒂洛那洛的传记，或者像弥勒日巴大师的传记当中，都有很多这些像是给予弟子这种吃苦的这种公案。譬如说帝洛巴让那洛巴吃了12种大苦等等。其中有一个就是从屋顶上往下跳。我是不记得那个细节是什么，但就我的印象当时那洛巴大师呢
他已经是在铭文这个印度的这样一位班智达这样的一位智者，所以他舍下他的头衔、他的身份，然后去医治帝罗巴大师。而帝罗巴大师是谁呢？这只是一个渔夫，在那里捕鱼、杀鱼、吃鱼的一位大师哦。所以那罗巴就医治了这样子的帝罗巴，很长一段时间帝罗巴都不为他说法，所以每天在做什么呢？没做什么，但那罗巴呢，就是不断的礼拜绕行哦。那有一天突然呢，帝罗巴大师就带着他，就说跟我来，就把他带到了一个房子上，不记得是个佛塔还是个寺院上。帝罗巴大师就都东看西看之后，就说自言自语就说，如果是一个我的具德的弟子的话，他就会从这个屋顶上往下跳的。那罗巴大师在旁边也听了一下，也左右顾右盼看了一下，诶，这里就我们两个人，他应该是在对我说话吧。然后他一想到这个，他就跳下去了，因为帝罗巴就只在对他说嘛，他就跳下去了。那么这时候那罗巴大师就摔个了半死。那没过一会儿，帝罗巴就走下来，走到他的旁边。帝罗巴还问他说：“你怎样？摔得如何？”事实上，上师不是应该鼓励一下这个关怀一下？其实问问吧，这个你痛不痛啊？对不对？至少要问一下吧。哎，人可是从屋顶上跳下去的呀。但那总之帝罗巴就总是这样问了，结果就给了他口诀，然后教法，然后加持，他马上又恢复了。这一段公案是听起来是很不可思议的。或许吧，这个公案我们会觉得当个故事听好像还可以，会觉得这事实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会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在座你们现在在座人很多嘛，那罗巴当时是一个人哦，那你们现在有很多人。如果我现在对着你们说，如果你们是我弟子的话，你们就从德拜寺往下跳舞，你们心中大概会想，这位上师大概脑子出问题了，他应该病得不轻，要去看看医生吧。不会觉得上师说的对啊，就是上师该说，不会这么想。那你们要跳的，那也算你们倒霉哦，因为我也没能力救你们。所以呢，也的确，你还是别跳比较好。但无论如何，看到这些传记里面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像《弥勒日巴传》，你看到在里面就有记载到，当时马尔巴大师就要这个弥勒日巴到那种无人的偏僻去山洞中修持，和野兽啊这些共住。马尔巴大师不是没有悲心，也不是尊者没什么感觉，并不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尊者在道歌当中总是提到说，总是在说了他是在一个无人偏僻处修持，但就是因为他在无人偏僻的洞穴中，常常有时候是饿到快死、虚弱到快死、冷到快冻死等等的情况，但他还是克服了这些困难。如果没有他当时这样克服万难去修持藏传佛教这种实修的法轮，也就不可能真的开展。所以马尔巴大师之所以要给予密勒日巴大师这些苦行并不是他没有悲心，而是因为他太有悲心了。
所以当你可以看到马尔巴，因为就是背心太大了，甚至在密勒日巴不知道的背后，他都哭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这样子，马尔巴大是因为这个密勒日巴遵照他所说去做，而在背后他哭着。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尔巴大师不是没有背心的，他是背心太大了。所以这里提到，总之呢，以神通度化众生，是指呢，当然你有神通，你当然就可以这样去论。但如果没有这种神通力，但总之你带着不舍他人的利他之心，给予他人困难跟考验，这也是有利的。但有些情况是带着善心，但过度的保护弟子或者过度保护这些徒众，反而让他无法真的修行有所进步。所以很多时候这些苦行或者说苦难的考验，对于弟子来说也是有好处的。那以上就讲完了这个饶益众生的11个方法。那么明天呢，会再说一些其他饶益众生的方法，并且接着要讲回到解脱庄严论当中的主文。那今天我想了一下，可能课程要多一天，因为本来就是写说从13号开始的，但是因为13号那一天呢是辩经法会有这个开幕的仪式，所以我呢当天是没有上课的。当时就是因为12号这个时辰不是很好，所以呢就把开幕仪式换到了延迟1天到13号举行，然后我的课程也顺延14号才开始。那本来说就13到18号，但像我14号才开始上课，所以我想可能要延到19号吧。可能有人听了会说，他这个真是这个怎么讲那么多，还为什么不赶快讲完？但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我真是不好意思。但总之呢是延到19号，那么19号结束之后，各位也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所以总之19号会是最后一天上课。当然，本来这一次最好的情况是我能够来到现场为大家授课。因为呢，这一部论点可以说是我们噶举祖师非常重要的这样子传承下来的一个教言。教言我这样子随随便便讲也并不好，然而所以呢，我可以说在一个闭关的进修的一个情况中，我的身心也比较放松。就像之前祈愿法会当中有提到说，进修闭关的2个原因等等。总之是为了，可以说为了佛教也好，或者也为了自己今生的尽到自己今生应该尽到的一些责任，所以做了这样的进修跟闭关。所以总之呢，没有办法亲自来到现场授课，所以请求各位的原谅。但我想跟来到现场是一样的，就是大家也很认真的听课，然后所以我也尽量
带着这样一个善的动机哦，相信对于有形无形的众生，还是会有一点利益的。所以或者说，因为上师三宝的加持，所以会对于各位有一些帮助吧。所以我在准备这次课程录音的时候，也并不是随便坐在一个椅子上，也是这个盘腿的很好的坐着，就像正式授课是一样的，这样子录下来的。那我也有看这个直播哦。所以也是看得到各位的。总而言之呢，透过这个网络，相信大家也都是在佛法的课程上呢，都是看到各位也是很谨慎的，也让我感到很高兴，也觉得这样子授课也是有意义的。总之呢，这一次尼众辩经法会上，那么不仅就是授课而已，还有各位是有辩经，有单独的个人的辩经或者团体的辩经，或者还有会举行这个年尾的马哈嘎拉的法会，还有新年的活动，还有这个这个吉祥五天女的仪轨，还有会修持施身法，还有会念诵教法兴盛祈愿文等等哦。所以整个尼众法会从开始、中间到最后圆满，的每一个部分，我相信都会是圆满的。我也是这样子深信的。所以也请各位要有信心，好好的这样子的参与法会。好，那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